Hi， 大家好，歡迎嚟到綠茶館，我係 Sandy。今個影片呢，我就將輪迴2同埋輪迴3合拼成一個精華版嘅影片。重點內容呢，就包括第一，六道輪迴嘅解釋；第二，輪迴同因果有咩關係；第三，點解我哋唔記得前世；第四，就係往生之後會唔會即刻投胎；第五，有冇可能超越輪迴，或者用啲咩方法去超越輪迴呢？到輪迴係啲乜嘢，以及點解我哋會有生死輪迴，同埋係啲乜嘢推動我哋去輪迴？好多人認為人死後就係生命嘅結束，有啲人會有因緣去接觸一啲宗教，就用唔同嘅方法去理解生命嘅來源同埋結束。基督宗教就會話係神創造人類，而安排我哋嘅人生，無論得到好或者壞嘅遭遇，都要接受。而相信神嘅話，死後就會上天堂。另外一邊民間信仰就認為人除咗肉體，仲有三魂七魄，或者叫做靈魂。當人嘅身體死亡之後，肉體就會開始逐漸腐化，而靈魂就會變成鬼。而佛教就話，我哋人生係我哋自己創造出嚟，所有遭遇都係前生自己所作嘅業而得嘅果報，因而有輪迴嘅說法。咁乜嘢係輪迴呢？解釋輪迴之前，先要講死亡，因為呢個係每個眾生喺輪迴之前都必經嘅階段。一般民間傳統嘅觀念，對死亡大多數都避而不談，尤其是係一啲老人家，佢哋喺言談中總係對死亡相關嘅話題避而不談，認為談論死係一件唔吉利嘅事，同埋將來會帶來惡運。可見得傳統嘅思想對於死亡嘅恐懼同埋無力感。但係死亡嘅事唔係因為你唔講而唔會發生，反而係每個人生命之中最終都要必須面對嘅課題。所以當民間嘅人一遇到死亡嘅來臨，就冇辦法去接受呢一個事實。因此佛陀就教弟子去正視同埋認識人嘅苦，從而知道喺死亡來臨之前做好心理準備。喺正視死亡之前，必須先認識我哋活喺呢個咩世界。根據佛經所講，我哋生活呢個世界叫做娑婆世界。娑婆嘅意思係堪忍，娑婆世界係指生活喺呢個世界嘅人充滿十惡同埋煩惱，但我哋可以喺呢個煩惱嘅世界中忍耐痛苦，同埋用堅強嘅意志去生活。而且我哋喺六道之中不斷流轉生死。其實如果係冇轉世輪迴嘅話，死亡只不過係生命嘅一個終點，咁我哋亦都唔需要去正視。但係正正因為有今生來世嘅輪迴現象，死亡係生命嘅一個階段，而唔係終止，所以死亡就意味住下一期生命嘅重新開始。而下一期嘅生命將要用咩形式去繼續，正正掌握喺我哋嘅手上面。因此認識六道輪迴係非常之重要，因為透過認識佢，我哋先至會諗自己將來做啲乜嘢，而好好作出準備。輪迴梵文 samsara 原來嘅意思係輾轉流轉嘅意思。輪迴就係一切眾生由煩惱同埋業力牽引，而喺三界六道中重複流轉，無窮無盡。而整個宇宙都係由緣起法而產生所有事物嘅形成，通過過去世、現在世同埋未來世，即係三世不停輪迴，總共有六道，因此稱為六道輪迴。六道輪迴分為三善道同埋三惡道。三善道就係做咗善業嘅人所投生嘅地方，有天道、人道、阿修羅道。而三惡道就係做咗惡業嘅人所投生嘅地方，有畜生道、餓鬼道同埋地獄道。我先講三善道，有天道、阿修羅同埋人道。首先就係天道，或者稱為天趣，只要眾生行十善，
就能夠投生於呢一度。天道嘅眾生所享受嘅福報遠遠比其他個五道眾生多，所以投生於呢一度嘅可以享受各種超出人間嘅快樂。喺《正法念處經卷22中，諸樂集故，名之為天。而《妙法蓮華經文句》卷4中亦都講：天者，天然自然性，樂性、身性，故天名性。眾是色性如趣，常以光自照，故名為天。由此可見，天道嘅眾生係居於六道之首。由於天道可以享有自然嘅快樂，嗰度嘅眾生係唔需要工作，飲食係隨處可得，亦都唔會遭受病苦同埋老苦。佢哋大半生每日都喺度嬉戲享樂，唯獨是臨死之前或者同阿修羅開戰嘅時候，先會遇到痛苦。由於天道嘅眾生位於六道之首，所以呢一度嘅眾生具足威德同埋神通，所處於嘅環境同埋身體比例都比其餘嘅五道眾生殊勝。而呢一度所居住嘅環境分為三界：欲界、色界、無色界，總共有28層天。首先欲界由下至上共有6層，呢一界嘅眾生就好似人間咁，有飲食男女之欲。其中第一層天名為四天王天，就係佛教嘅護法天神。而第二層天呢，就名為忉利天，位於須彌山嘅山頂。呢一層天位於中間嘅係帝釋天嘅天宮殿，亦俗稱玉皇大帝所居住嘅地方。然後圍住四方嘅有32個宮殿，所以又名為33天。根據俱舍論卷11，外西南角有善法堂，33天時集於彼，長論如法不如法事。原來呢一層天有個特別嘅地方叫做善法堂，好似人間嘅佛法道場或者會所，係一個研習佛法嘅地方，同埋談論人間嘅行善行惡嘅事。而第3至到第6層天就有須夜摩天、兜率天、化樂天同埋他化自在天。而他化自在天就係欲界最頂嘅天，亦都係魔王波旬所居住嘅地方。其次有色界，包括四禪天，總共18層天。呢一界嘅眾生已經有禪定，所以已經離開飲食男女之欲。而再上呢，就係無色界，亦都稱為四空天。呢一界中有4層天，其中無一色、無一物質嘅物，無身體，亦都無宮殿國土，神識已經去到禪定最高境界，故稱為無色界。天道嘅眾生壽命比人道嘅眾生長，例如欲界嘅第1層天四天王天，壽命500歲；第2層忉利天壽命1000歲。至於欲界天第6天他化自在天就有32000歲。而至於無色界嘅第4天非想非非想天呢，壽命達到8萬大劫。劫呢，就喺佛教嚟講係一個量詞單位嚟嘅。天道眾生因為前生上品十善嘅因緣，所以得到呢個咁殊勝嘅果報。但係天道亦都會有命終時候嘅苦厄。當佢壽終嘅時候，佢就會有5衰之相。嗰5衰之相就係衣裳垢染、頭上花萎、腋下出汁、身體臭穢、不落本座。當5衰現起嘅時候，佢哋即將面臨死亡，就會好驚，因為一旦壽盡，佢哋就會墮落返去六道輪迴之中繼續輪迴。所以天道亦非究竟永生嘅地方。善道嘅第2道就係阿修羅道啦。而阿修羅呢一道嘅眾生福報同天道嘅眾生一樣大，壽命亦都好長。不過佢有天福而冇天德，因為呢度嘅眾生
男嘅就醜，女嘅就端莊。由於阿修羅嘅世界同天界中嘅部分相連，所以佢哋成日都同天界嘅眾生發動友情戰爭。喺阿修羅道有一棵如意果樹，樹身就喺阿修羅道嘅世界，而樹頂就延伸到天界之中。樹頂嘅果實就喺天道嘅須彌山山頂，嗰度嘅眾生可以盡情咁享用樹嘅果實，但係阿修羅嘅眾生就冇辦法享受果實，所以佢哋十分妒忌。阿修羅嘅眾生本來就係妒忌心同埋嗔恨心強，佢哋唔甘心天道嘅眾生坐享其成，所以佢哋時時就會嘗試用斧頭去斬呢棵如意樹，而令到大家兩敗俱傷。但係天界嘅眾生只需要灑一啲甘露落棵樹度，樹就會馬上生返出嚟，而令到阿修羅嘅眾生更加嬲同埋妒忌。同時天道嘅眾生時時都想嘗試去搶奪阿修羅嘅女仔，因為嗰度啲女仔好靚。為咗咁嘅原因，阿修羅時時都向天界宣戰。由於阿修羅道嘅眾生好戰，特別擅長做各種嘅兵器同埋大型嘅戰爭武器，但係與天界嘅眾生開戰嘅時候，阿修羅由於佢嘅福報冇天道咁好，所以往往都係戰敗連連，遍體鱗傷，受極大嘅痛苦。生於阿修羅道嘅眾生係前生有極大嘅善業力，但係由於佢哋嘅嗔恨嘅習氣強，所以唔能夠生於天，而生於阿修羅呢一度似非而非天嘅生命形式。第三道嘅善道就係人道啦。人道分布於四大星球之上，即係我哋時時講嘅唔同維度。呢四大嘅星球亦都稱為四大部洲，分別係東勝神洲、南瞻部洲、西牛賀洲同埋北俱盧洲。其中各大星球上嘅人道眾生，身形同壽命、土地同埋資源分配各有差異。喺壽命方面，東勝神洲嘅人有250歲，南瞻部洲就100歲，西牛賀洲嘅人就有500歲，北俱盧洲嘅人有1000歲。其中北俱盧洲嘅壽命最長，但係佢哋冇佛法。我哋呢，就喺地球上嘅人道眾生，亦即係南瞻部洲，係因為我哋前世行中品十善同埋守五戒而得到人道嘅果報。人道嘅眾生受生方式係胎生，其餘五道嘅眾生喺佢哋嗰度壽命已盡，亦都會有機會嚟投生到人道。而通常人死後，神識會離開咗個肉體，就會變成中陰身。而中陰身呢，佢亦都好似人形嘅身相。中陰身喺49日之後，佢就會隨住業力，當佢遇上下一生有緣嘅父母交合嘅時候，佢哋嘅神識就會投於父母嘅精血之中而結胎。雖然人道係善道，但仍然都要受各種嘅痛苦，例如三苦：苦苦、壞苦、行苦，同埋八苦：生老病死苦、愛別離苦、怨憎會苦、求不得苦、五蘊熾盛苦等等。眾生因應唔同嘅業力而投生於唔同嘅家庭，同埋有唔同嘅福報。有啲人會富貴、貧窮、高矮肥瘦，有智慧、愚癡、長壽短命，有身體健全或者有缺陷。即使每個人都唔同，但係呢一度嘅眾生容易接觸佛法而修行。所謂人生難得，佛法難聞。以下落嚟呢，就講三惡道。首先就講畜道。畜道嘅眾生有好多唔同嘅種類，遍布於天上、地面、地底及水中。有啲住喺我哋能夠見到嘅地方，而有啲就住喺一啲我哋唔能夠見到嘅地方。
佢哋嘅壽命有短至1日，好似啲昆蟲，亦都有長至數劫，甚至長生不老，好似燈塔水母，有永生水母之稱。大嘅畜生呢，就好似獅子、老虎、牛、馬、豬、羊；細嘅呢，我哋肉眼可能有時未必會見得到，例如一啲蟲啊、蟻、飛蛾等等，同埋水裏面嘅魚蝦蟹，亦都包括咗有好多目前喺我哋科學未知道嘅，又或者我哋從來未見過嘅種類。佢哋出生嘅方式亦都好唔一致，有胎生、卵生、濕生同埋化生。速度嘅眾生生活狀況可謂有苦難言，但亦都有啲比較有福報嘅，就被人視為寵物，而有啲呢，就俾人捕殺嚟煮食，以滿足人嘅口腹之欲。其餘嘅速度眾生就住喺大自然中，要逃避其他生物嘅威脅，連少少安全感都冇，長期就生活喺恐慌之中，同埋自相殘殺。呢一度嘅眾生係因為前生愚癡殺生同埋貪欲業重，所以造作中品十惡業因，因此有呢一個嘅果報。由於畜生道嘅眾生愚癡，喺智慧同埋修行嘅能力比唔上人類，又時時有弱肉強食嘅痛苦，因此速道嘅眾生被歸類為三惡道之中。第二道就係餓鬼道。餓鬼道嘅眾生所受嘅苦比畜生道嘅眾生大，亦都係人間時時會出現俾人見到嘅眾生。佢哋係分散喺各個唔同嘅地方住，而且通常獨來獨往。餓鬼雖然有唔同種類，但係佢哋大多數都要承受唔同嘅冷、熱、飢渴、疲勞不堪。我哋人間裏面時時講鬼呢一度嘅眾生，其實佢哋嘅種類好複雜，但係可以分為三大類：多財鬼、小財鬼同埋無財鬼。財嘅意思係佢哋嘅福報。第一就係多財鬼。多財鬼咧就包括希字餓鬼、希氣餓鬼同埋大勢餓鬼。希字鬼咧，佢會享受人祭祀俾佢嘅祭品，好似飛鳥咁遨遊虛空，無有阻礙。呢一種鬼咧，係因為佢哋前生積落財富，而且吝嗇唔布施，所以咧佢哋希望佢哋子孫咧祭祀佢哋，故此咧生喺呢一個鬼道中。第二咧就係希氣鬼。呢度嘅鬼咧就時時希望啲人棄置一啲唔要嘅食物啦、嘔吐物啦，佢哋咧就會攞嗰啲食物或者啲污穢物咧攞嚟食噶啦。跟住咧就係大勢鬼啦。大勢鬼咧佢嘅勢力好大，佢哋通常住喺啲靈廟、樹林、山谷同埋一啲宮殿度。佢哋所享受嘅福報咧係同天上面一樣，例如閻龍王、城隍、土地公、媽祖、天后娘娘、王爺公之類。第二種就係小財鬼啦。小財鬼咧就有分針毛鬼。針毛鬼咧佢嘅身上面嘅毛咧好堅利，佢啲毛咧可以鑽到入自己嘅身體，亦都會刺傷其他嘅眾生，所以係非常之痛苦。佢哋咧偶爾有一啲不潔嘅食物咧嚟充飢。第二咧就係臭毛鬼。臭毛鬼咧身上面嘅毛咧臭過嗰啲糞便，臭到咧可以分爛佢嗰啲肌肉嘅骨頭。第三咧就係鷹鬼。鷹鬼咧呢一種鬼，佢個喉嚨咧生一個好大嘅鷹瘡，如果佢肚餓嘅時候咧，佢會擠咗佢自己個瘡，攞咗嗰啲籠嚟食。又或者咧佢見到另一啲眾生有呢一個瘡咧，佢就同嗰個眾生咧大家互擠啲籠嚟食而充飢。最後一種咧就係無財鬼啦。無財鬼咧第一種係巨口鬼。巨口鬼咧佢個口會噴火，即使有食物啊喺佢前面咧，佢都會將啲食物變成灰，因而飢餓。第二種咧就係針口鬼。
呢一種鬼呢，佢個肚好大，而喉嚨又好細，好似支針咁，所以呢，佢係吞唔到啲嘢食落去，而長期飢餓。第三種呢，就係臭口鬼，佢個口極之臭，臭到好似糞便咁，而臭到呢，佢自己嘔咗出嚟嘅嘔吐物，佢都冇辦法食返，所以亦都係長期飢餓。咁鬼嘅壽命呢，好長，有500歲命。計算嘅方法同我哋人唔同，人間嘅一個月就係餓鬼嘅一日。我哋人間如果初一十五去祭祀，一日有早晚2餐呢，咁啲鬼都可能會得到有少少飲食。但如果冇人去祭祀嘅話呢，佢哋就會長期飢餓。除咗飢餓之外呢，其實啲鬼呢係好細膽，所以人呢唔應該怕鬼。實際上係鬼怕人。我哋時時講，人怕鬼3分，鬼怕人7分。餓鬼道嘅眾生呢係胎生嘅，而每一胎呢都會生幾百個嘅小鬼嬰。其中一個歷史典故呢，就係關於餓鬼道嘅眾生。喺佛陀住世嘅時候，有一個餓鬼嘅媽媽，神通廣大，佢為咗養活幾百個仔女，佢就喺人間度為患，專殺害人間嘅 BB。而佛陀呢，知道呢件事之後，就將佢嘅啲鬼仔女全部用神通帶走，藏咗喺佛陀所食嘢嘅缽裏面。咁餓鬼媽媽發現咗佢啲仔女唔見咗，於是佢就用神通上天下地咁揾，點揾都揾唔到自己仔女嘅蹤影，最後就向佛陀求救啦。佛陀就同佢講：你嘅仔女俾我用神通藏咗落個缽裏面，而家你終於感受到天下嘅父母唔見咗個仔女嘅時候，佢哋有幾咁擔心。你日日殺害人間嘅 BB， 唔通你唔知道受害 BB 嘅媽媽有幾咁痛苦咩？如果你發誓唔再殺害人間嘅 BB， 我就將你啲小朋友全部放返晒出嚟。跟住餓鬼媽媽就答啦：我殺害嗰啲 BB 都係為咗餵我嗰啲小朋友。如果我唔殺害佢哋，我啲小朋友食啲咩啊？佛陀就答佢：好，只要你發誓永遠唔殺害嗰啲 BB， 我嘅僧眾從此之後每天施食俾你哋。自此之後，佛陀嘅僧團每次用餐嘅時候都會有施食餓鬼呢個傳統。而之後佛教嘅僧人有一條戒，就係每一次食飯之前都會留一口食物，誦咒同埋作手印加持，將一啲食物布施俾餓鬼。除咗每一餐施食傳統之外，亦都有好多唔同嘅施食法會，例如蒙山施食法會，修行者以咒同埋佛力加持喺食物上邊，令到餓鬼得以飽足。通常施食法會完畢之後，佢哋所施食嘅食物同埋飲品都會變咗質同埋有異樣，咁樣就證明咗餓鬼真係得到呢一啲食物。而生喺餓鬼道嘅業因係因為佢哋前生對所有事情都貪，尤其是係貪人間嘅財色名食睡。最後啦，就係地獄道。地獄道，獄係監獄，地獄呢兩個字意思係苦地。六道裏面係最痛苦嘅一道。根據一部《十八泥犁經》裏面說明，地獄有好多層，大分為18層地獄，包括有8熱地獄、8寒地獄、油憎地獄同埋孤獨地獄。每一層嘅地獄有4面，而4面呢各有4道門，而每道門呢都會通往一個小地獄，稱為油憎地獄。而從每層地獄受完苦之後，就會走一個圈，經過油憎地獄再受苦，然後就會升一層繼續受苦。8熱地獄嘅最底層就係無間地獄。地獄道嘅眾生係變化出生嘅，所以佢哋唔需要經過父母嘅交合同埋母胎出生。喺地藏菩薩本願經裏面講，有一個地獄叫做無間地獄，又稱阿鼻地獄，係最痛苦嘅地獄。只要做5逆10惡嘅罪，就會墮入呢一個無間地獄。5逆嘅呢就有：1殺父，2殺母，
父母咧對我哋有養育之恩，所以唔能夠殺害父母。殺父母嘅罪咧非常之重。第三咧就係殺阿羅漢。阿羅漢係聖人，係人間善良嘅榜樣，佢能夠轉移風俗，教化眾生，係眾生嘅好老師。第四咧就係出佛身血。佛嘅福報好大，有好多護法神保護佢，亦都係天人導師，係一切眾生嘅福田。如果殺害佛嘅話，呢個罪亦都好大。第五就係破和合僧。僧團係和合係一體，你喺當中分化破壞，罪過亦都非常重。而十惡咧就有分身口意。身咧就係殺生偷盜邪淫，口咧就係妄語兩舌耳語惡口，意咧就係貪嗔癡。當人犯咗十惡，死後嘅神識就會即刻落地獄，當中咧係冇中陰身，而且壽命平均500歲。從墮落地獄開始，就一直受苦，受到受完為止。同埋喺呢個地獄嘅眾生，佢嘅壽命咧以劫為計算。係乜嘢推動我哋去輪迴嘅呢？佛陀喺《圓覺經》裏面提出，一切眾生從無始際，由有種種恩愛貪欲，故有輪迴。輪迴嘅主體係阿賴耶識，呢個阿賴耶識咧係儲存住我哋善同埋惡嘅種子，即係輪迴係取決於人嘅業力。業力咧係由我哋嘅貪愛嗔恨愚癡，並且對世間嘅人事物產生種種嘅執着分別同埋慾望，種下無數嘅善惡種子，從而喺生死輪迴中不停輪轉，循環不息。咁我哋嘅貪嗔癡執着妄想分別係點樣形成嘅呢？我要先講無明。無明咧就係四顛倒。我哋凡夫總係覺得四個觀念常樂我淨係啱，其實呢個觀念係顛倒咗。呢個觀念第一個常，我哋成日覺得所有事情都有常，應該係唔會變。有啲事情我哋每日都會做，例如煮飯，我哋放啲豆落個鑊度炒，未炒之前呢係生嘅同埋冇味。但係當我哋放咗落個鑊度炒，煮熟咗之後，嗰個形態熟咗，而且再加啲調味料，味道又變得好味，咁就已經係無常噶啦。喺我哋生活裏面，時時都經歷緊無常，甚至發生一啲大件事，例如親人離世。第二就係樂，雖然我哋喺人道，亦都係善道之一，但好多時候我哋都會覺得人生係快樂，但係人間嘅快樂都係一種欲樂，係有時間嘅限制。時間一過，你就會失去嗰種快樂嘅感覺，咁就會變成苦。例如我哋有一班好朋友，時時刻刻都可以吃喝玩樂，好開心，但突然之間有啲朋友決定移民，就會好失落，再冇呢個快樂嘅氣氛啦。第三咧就係我啦，呢個我咧唔係真正嘅我，都係由地水火風組合而成，因緣聚即生，緣散即滅。雖然咁樣，我哋會執着我哋嘅呢個身體，同埋執着所有我哋認為屬於我哋嘅嘢，但係當死後，我哋只係帶住神識同埋業力輪迴到下一生，最後咧就係淨啦。人時時都覺得我哋身體好乾淨，其實我哋身體有大量嘅污穢物，再加上我哋嘅心識不淨，例如我哋有好多妄念同埋煩惱，以上都係無明，令到我哋對真理錯誤嘅理解，對現實嘅無知，再加上我哋嘅我執，往往就令到我哋產生好多煩惱。呢個就稱為惑。接落嚟，惑就會產生身口意嘅業，即係我哋嘅行為、言語同埋思想去作業。身口意就係帶住我哋作十惡或者十善業。喺惡業方面，身就係我哋嘅行為，有殺生、偷盜、邪淫；而口就係言語，就係兩舌、惡口、妄語、綺語。口咧就最多人同埋最容易犯。最後咧就係意啦，就係思想，有貪、嗔、癡。而善業咧就係以上咩都唔做。我哋凡夫將以往一切嘅善
惡業同埋習氣令呢一樣嘢變成執愛，或者慣性地喺二方面起貪嗔痴，因而產生苦，來世就好大機會墮入三惡道而受惡報。如果人貪就會落餓鬼道，嗔就會落地獄道，而痴就會落畜生道。眾生輪迴呢，就係憑三種業，隨重受生、隨雜受生、隨念受生。隨重就係業重，隨雜就係習氣，隨念就係念頭。我哋凡夫眾生通常都係惡業重，再加上我哋有分別妄想同埋執着，尤其是係執着臨終前都會執着世間嘅一切事或者情執，唔捨得在世嘅親人、自己擁有嘅嘢，甚至自己嘅身體，所以臨終係憑我哋嘅念頭，一旦執着，我哋嘅神識就會被動地被呢啲業力推向同我哋有緣嘅界別而輪迴。我哋嘅人生係掌握喺我哋手上，如果我哋嘅業力重，同埋執着世界嘅一切事，就一定要再輪迴。另一方面，如果我哋能夠精進修行，並且臨終嘅念頭唔會執着，就能自主地控制神識去往生淨土。輪迴同因果報應有冇關係嘅呢？我相信好多人都已經睇過我因果報應嘅影片，裏面就解釋咗我哋所作嘅善業同惡業，然後喺今世或者來世會受唔同嘅果報。其實呢個係同輪迴好有關係。整個宇宙係由緣起法為一個核心，所有人事物現象感情都係根據因緣去形成。眾生就通過時間三世唔同嘅空間維度六道，而用一個機制進行，就係輪迴，而最後就得到因緣果報。雖然喺六道之中，天道係最有福同埋享受快樂嘅地方，但係壽命完結之後就要再次生死輪迴。我相信大家可能會有一個疑問，就係如果今生犯咗一啲好重嘅罪，例如殺人放火，根據基督宗教，佢哋講臨終嘅時候信耶穌，然後就可以上天堂，係咪真㗎？喺我因果報應嘅影片中，一開頭我就講善有善報，惡有惡報，不是不報，時候未到，時候一到，一切全報。如果你臨終嘅時候真係作咗一啲大善業，根據因果法則，佢會俾你善報，呢個係自然嘅效應。但係你過往生曾經做過一啲惡業，同埋涉及一啲眾生嘅利益，而產生一啲怨親債主嘅話，佢哋未必會放過你。即使你今次上咗天堂，其餘嘅業報就要等到下一次輪迴慢慢還。我想分享一個故事俾大家聽，就係講一個善住天子，從天道享完福之後，就要從佢以往所累積嘅惡業而受惡報。呢個故事就係記載於《佛頂尊勝陀羅尼經》裏面。故事就係緣起於某一日喺33天，即係忉利天嘅善法堂有一個聚會，有一名善住天子忽然聽到空中有一個廣播同佢講，你7日之後你嘅福報就會享盡㗎喇，然後你就會墮入南瞻部洲，即係我哋現時呢一個娑婆世界，受7次畜生道嘅苦，時時會食一啲污穢物作為食物，之後就再墮入地獄受苦。經過多劫之後，你先至會做返人，生於貧賤嘅家庭，並且兩目失明。善住天子聽完之後，佢就非常之驚，佢就馬上話俾帝釋聽，帝釋就用天眼去觀看，果然真有其事，但係佢唔知道原因，於是佢就叫佢去揾釋迦牟尼佛啦，求佛幫助。釋迦牟尼佛就話俾佢聽，善住天子，你有一世係一個婆羅門子，但係家境唔係咁好，所以媽媽要時時出去做嘢。有一日媽媽晏咗返嚟，你就起親心去鬧媽媽啦。你就話，你咁晏㗎，人哋嗰啲動物啊，好快脆就餵佢哋啲 BB 啦，你咁晏先至準備晚餐俾我，真係畜生都不如啊！
佢當時鬧媽媽係畜生。之後佢準備食飯嘅時候，佢就見到空中有一個出家人騰空飛過，心裏面就萬分敬仰。然後佢就合掌作禮，邀請呢個出家人喺佢屋企度食飯，以食物嚟供養佢。之後佢仲出家添。出家之後，人哋差遣佢做一啲事，佢就用惡口去鬧啲僧眾。所以呢一次供養出家，得到生天人嘅福報。佢就因為鬧媽媽同埋鬧啲僧眾，而要再受惡報。善住天子聽完之後十分難過，佢就懺悔同埋大喊。佛陀就同佢講：你唔好喊啦，我教你一個可以滅一切罪嘅方法，你只要念佛頂尊勝咒，就可以幫你滅一切罪。善住天子就聽佛陀講，喺7日裏面不停咁念呢個佛頂尊勝咒。自此之後，佢一切嘅罪惡都滅咗，而天命就增加無量。佢就好歡喜咁去供養佛陀。呢個咒呢，就叫佛頂尊勝陀羅尼。如果時時念嘅話呢，能夠滅到一切嘅罪，仲唔會墮入三惡道，仲會幫你增長壽命，究竟成佛。根據以上嘅故事，善住天子嘅前生因為喺唔同嘅因緣去遇到唔同嘅人，作咗一啲善業同惡業，來世就會帶住呢一啲業去輪迴，因而有因果報應。你可能會問，點解念佛同念咒可以滅一切嘅罪同埋消業障呢？我哋作善業就有善報，作惡業就會有惡報，但係唔可以用善業嚟抵消你嘅惡業。無論你念佛或者念咒，係一個因緣嚟嘅，可以受到呢一個因緣而有所變化，將你嘅識田同埋你嘅念頭轉變。當你作惡，就有惡嘅念頭，而念佛或者念咒就將你呢一個惡嘅種子消滅，而變成一個善嘅種子。你依然要受報或者怨親債主嚟討債，但如果你誠心懺悔同埋念佛回向俾呢啲怨親債主嘅話，佢哋就會有機會原諒你，而唔會受惡報。點解唔記得前生嘅我同埋前生嘅事呢？根據民間流傳嘅《玉歷寶鈔》記載，人喺投胎之前，一旦飲咗孟婆湯，就會唔記得過去嘅種種事情。而西捷柏拉圖就認為，靈魂投胎之前要經過一個酷熱嘅沙漠，當佢感覺到非常之口渴嘅時候，佢就會飲用莫愁河嘅清涼河水，然後先至去投胎。但係一飲咗呢啲莫愁河嘅水，佢就會將佢過去生嘅所有事情忘記得一乾二淨。羅馬人就相信人喺投胎嘅時候所經過嘅河叫做內斯河，飲過內斯河嘅水就會唔記得前世嘅所有嘢。而佛教呢，就講呢個叫做隔陰之米，陰就係五陰，即係我哋嘅五蘊，而五陰就係同五蘊一樣，有色陰、受陰、想陰、行陰、識陰。當眾生喺生死之中，就會帶住呢五陰去輪迴。呢一生嘅五陰就叫前陰，而下一生就叫做後陰。生死相續而有所唔同，即係你從呢一個維度投胎去另一個維度嘅時候，呢個就叫做隔陰。而迷呢，就係有兩種，第一種就係迷事，對事上嘅無知；而第二就係迷理，對諦理嘅迷惑，好似無常、無我、空住、法住、法界嘅迷惑，因而投胎之後就會忘記得一乾二淨。但係有啲人能夠清楚咁記得前生所發生嘅事，例如喺我輪迴一嘅影片當中，講述有一個叫做超空和尚嘅舅父投胎到原本嘅家庭，而且係當佢妹妹生咗 BB 之後，佢先至去投胎。可以參考翻影片嘅內容嚟了解成個故事。記得前生係因為墮胎，墮胎係當媽媽懷咗 BB 之後，呢個 BB 已經係有一個靈魂嚟投胎，不過一生落嚟之後佢就死咗，而靈魂就走咗，而咁啱又有另外一個靈魂遇上，
就見到呢個小朋友嘅時候就會轉入去，所以呢個靈魂就冇經過坐胎同埋冇經過出胎嘅痛苦，一下子就得到呢個身體，因此佢就對前生所有嘅事情記得清清楚楚。會唔會有啲橫死同埋自殺死嘅眾生比較難投胎呢？意外死嘅眾生係咪一定要揾替身先至可以投胎呢？人通常有3個情況死，根據瑜伽師地論指，死緣有3種，就係受盡而死、福盡而死同埋橫死，或者稱為未捨不平等死。受盡而死呢，就係過往生所作嘅善業同惡業，而帶住一啲唔同質素嘅身體同埋器官，而你嘅身體裏面嘅器官就好似你嘅手提電話，你充咗幾多電，你就可以用幾多時間。例如你前生食素同埋唔殺生，所以你今生就能夠有健康長壽嘅身體。呢一啲呢，就係你過往生所帶嚟嘅宿業，而引致你今生有幾多壽量。壽命短至一出世，而壽命長嘅呢，就可以過100歲。而福盡而死呢，就係因為過去世所積嘅資糧唔夠，所以福盡死亦都稱為無資具死，即係咧你會缺少一啲衣物啦、藥物啦呢一啲嘅資源。雖然呢未耗盡你嘅壽量，但係咧因為你嘅福報燒盡，所以導致你死亡。例如凍死街頭啦，或者飢餓而死。而至於橫死呢，意思就係人由出生到你死嘅過程之中，中間突然發生一啲意外而身亡，冇辦法完成整個人生。橫死係屬於惡業招致嘅惡果，無論人點樣死都要經過中陰身呢個階段，但係橫死同埋自殺就要先揾替身。呢個中陰身嘅狀態就係好似一個靈魂咁，當佢揾到一個替身之後，就會依住自己嘅業力投胎到6道嘅其中一道，通常都係鬼道。好多人認為人死後就會變鬼，記唔記得我頭先啱啱提過有中陰身嘅呢？除咗1-2種情況係唔需要經過中陰身，就係守10善嘅人會即刻上天道，或者惡業重嘅人就會馬上落地獄，而其他嘅眾生都要經過中陰身，因為佢嘅作嘅業呢有善同埋有惡，而且臨終嘅時候對一切嘅事情都有一種執愛。喺瑜伽師地論卷1裏面講，做惡業者彼將末時，如見紛亂色，如是乃至生滅道理，如前應知。意思就係，如果作惡業嘅眾生喺中陰身當中過咗7日之後，佢依然有種不捨，就會同佢前生嘅死法一模一樣，再死一次，重複7次。所以中陰身呢，最長為49日。當有親人即將離世，你同佢都會有種唔捨得，同埋會好傷心，但你依然都要先教育佢，要同佢講一定要放下，臨終嘅念頭係好重要。如果執着一切人同埋事，就好容易墮入3惡道。其實佛教有啲助念服務係提供俾一啲佛教徒同埋佢嘅家屬。現時呢就有2種嘅助念方式，就係臨終助念同埋巡七殯儀助念。助念就係幫助同埋協助將會或者已經往生嘅人可以往生善處，甚至可以往生淨土。臨終助念嘅佛教團體會先詢問臨終嘅亡者親人一啲資料，例如呢個臨終嘅亡者係咪佛教徒，佢自己一般係念開佛或者念觀音菩薩聖號，同埋佢係咪神智清醒嘅呢？仲有係佢會唔會抗拒人念佛等等。但係有啲亞洲嘅地方環境有一定嘅限制，有啲佛教嘅團體就未必能夠提供呢一啲服務，例如香港嘅醫院啦，通常都係公立醫院，病房嘅地方咧，大家都係共用。如果助念嘅話咧，就會騷擾其他人作息。而台灣咧就比較容易，因為醫院知道病人即將過世嘅時候，佢就會通知家人將病人送返屋企，助念就會比較容易進行。如果嗰個人已經死咗，就可以用其他方法喺
喺亡者仲喺49日內嘅中陰身狀態，就可以用一個佛教儀式叫做三時繫念嚟幫助亡者求生淨土。呢個三時繫念嘅佛事呢，係淨土法門，對於亡者係好有幫助。當進行佛事嘅時候，由法師開示誦讀白文嚟勸導亡者放下執着，求願往生淨土。如果亡者業障唔重同埋有福報嘅話，都能夠跟住法師引導念佛往生淨土。另一方面，如果亡者已經過咗中陰身嘅過程，我哋依然可以念地藏經或者往生咒嚟回向俾個亡者，令到佢哋盡快脫離惡道，投胎返去善處，又或者等佢哋有機會接觸善知識。其實生死輪迴係一件好痛苦嘅事，正如我之前講嗰個關於善住天子嘅故事，可以由天道墮入畜道同埋地獄，我哋每分每秒都做緊惡業，所以世間先有咁多痛苦。好彩佛陀發現咗人間嘅痛苦，再覺悟成佛，帶俾我哋有唔同嘅佛法嘅法門去修行，而幫助我哋超脫生死。早期嘅人會選擇用禪修嘅方法嚟修行，到咗禪定嘅最高境界，就可以超脫生死輪迴。喺而家呢個末法時代，都市人根本冇辦法可以用禪修嚟修行，唔好講話脫離生死輪迴，可以去到善道已經好開心。都市人工作繁忙，又要照顧家庭、社交應酬，因而產生好多煩惱，而做咗好多惡業。禪修對於都市人嚟講，只係其中一個舒緩壓力嘅方法。其實如果我哋要脫離生死輪迴而往生淨土，亦都稱為極樂國土，有一個易行嘅法門叫做淨土法門。不過修呢個淨土法門之前，都要具備一啲特定嘅條件。我哋先要喺人間建立人間淨土，同埋具備信願行。點樣去建立人間淨土呢？就係要學習點樣去除煩惱妄想執着。我哋喺前生無量世以來積累咗無數嘅習氣同埋執着，要去除習氣係好難嘅事。不過只要有決心都可以做得到嘅。而且修淨土法門係可以帶業往生。首先我哋要定下修行嘅目標，我哋要對淨土法門具有信願行。根據《佛說阿彌陀經》裏面，我哋就能夠得到往生淨土嘅說明，因為包括咗信願行嘅指引。第一，信，我哋要相信有極樂國土。根據《佛說阿彌陀經》裏面講，極樂國土有7寶池、8功德水，充滿其中，池底純以金沙布地。呢度咧就係形容緊極樂國土嘅莊嚴華麗。第二就係願啦。根據《佛說阿彌陀經》講，若有人已發願、今發願、當發願，欲生阿彌陀佛國者，是諸人等皆得不退轉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。呢度咧就係叫我哋發願啦。第三就係行啦。根據《佛說阿彌陀經》亦都講，若有善男子、善女人，聞說阿彌陀佛，執持名號，一心不亂，其人臨命終時，阿彌陀佛與諸聖眾現在其前，是人終時心不顛倒，即得往生阿彌陀佛極樂國土。執持名號就係念阿彌陀佛，而一心不亂呢，就係專心一意咁念阿彌陀佛。臨終嘅時候，阿彌陀佛同埋淨土嘅聖眾就會顯現喺你面前，接引你往西方極樂世界。另外就係念觀音菩薩聖號同埋大悲咒。根據《大悲心陀羅尼經》亦都說明，專稱名號得無量福，命終往阿彌陀佛國。呢度咧就係講專稱名號就係指觀音菩薩嘅聖號啦。而另外咧，《大悲心陀羅尼經》亦都說明，誦持大悲章句者，臨命終時，十方諸佛皆來受手，欲生何等佛土，隨願皆得往生。呢度亦都講，如果你誦持大悲咒嘅話，
喺你臨命終時就會有十方諸佛以千手嚟接引你去阿彌陀佛國土。可能你會諗呢個方法幾好喎，不過我哋真係可以帶業往生咩？係啊，我哋真係可以帶業往生，不過呢，我哋要喺今生盡量將我哋嘅惡業消除，例如懺悔自己嘅惡業，自己平時喺屋企多念經誦咒，因為好多經同咒都會幫你滅無量劫以來嘅罪。另外，亦都可以參加一啲道場嘅拜懺法會，懺悔之後就要學習點樣做到厭離娑婆，唔好令到自己有執着。有好多人對於呢個娑婆世界有種不捨，尤其是係情執，對所愛嘅人不捨，我哋一定要放下。最後，只要你一心不亂咁念佛，一心不亂就係專心一致，對佛菩薩能夠相應，阿彌陀佛就會以佛力加持，並且推你一把。再加上你嘅願力強嘅話，當下你嘅我執就唔會再產生，就會能夠順利咁往生淨土。大家都知道，好多人都係受盡而死，好似老咗之後就會病死，死之前通常都會好辛苦，而死之後個遺體仲會發臭同埋腐化。但係如果你臨命終時得到阿彌陀佛接引你往生淨土，唔單止死前冇病痛之苦，死後仲會呈現瑞相，例如身體柔軟、屍久不壞，同埋會燒出舍利等等。好多人將宗教睇成為一種心靈嘅安慰，當佢哋有痛苦嘅時候有所依靠。但係自從我學習佛法之後，清楚咁明白人生嘅來源同埋死後所去嘅地方。宗教唔單止係人心靈嘅安慰，而係可以靠修行而超脫生死輪迴，將來成佛，而還原本來嘅佛性。希望各位朋友願心圓滿，早日同登彼岸。希望你哋鍾意我今日嘅影片，記得 like、subscribe 同埋 share 啦。下次再見，拜拜。有佛法，有辦法。